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也加拢总的上帝。这是咱请赞美团带领来敬拜上帝。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开心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在主的殿中一同来聚会。先跟隔壁的朋友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邀请你们，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起立，一起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要领受从天堂来的喜乐，我们要领受神的荣耀，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受天堂来的喜乐，主天的喜乐要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神的里面有永远的福乐，有永远的喜乐，因为我们要在它里面得着全新的生命。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愿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能够放下忧愁，放下忧虑，放下羞愧，放下痛苦的缠累，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缠累，主我来到你
知恩多钱，放下一切忧伤的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天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你的主权，我一切都属，就是你的主权。放下一切的忧虑、一切羞愧、一切痛苦的缠累，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得着他的爱。放下一切忧伤的羞愧，放下一切痛苦的缠累，主我来到你，是恩多钱，放下一切忧伤的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这时，请咱永远徛定，咱用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咱最近来告别咱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我的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定是给死埋葬罗明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我上天，他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为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通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交通启门。上帝是阮投闪的所在，得开力。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城欢喜。
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袂摇动。列班花花号，列国摇动。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直。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直个，斩断枪。恁着定定着知我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直。这是请额头三角的祈祷。听听我的阿爸爸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你的呼召，阮伫7日头一日国外主日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我们因为安尼，你的恩典来感谢。主，伫即时，阮特别将今日我们伫遮带你来同济道来受圣餐，愿上帝帮助阮，互在上帝你听阮，为着阮来定一日给劳你的保惠来洗阮一切的污秽，互通清清气气、清清白白来到你的面前。阮真欢喜，今日有丁俊霞姊妹陈炳煌弟兄、饶瑞峰、杨素云姐妹要转接伫你阮教会，将做教会一大家庭内底一份子。愿上帝帮助因，互因通过今日的聚会、今日的洗礼甲转接，对教会会使同心为着主的事工来跑走，来传扬福音。当即时，阮也特别将今日有受到颠破的，还是病痛的，袂当到教会来的，愿上你来看顾因。阮特别将条庆兄交伫你的手中，伊伫早起因为受到粉碎，也袂当醒开，即摆已经送伫病的当中。愿上帝你也看顾伊，通过医生的治疗，来检查，互伊早早一天清醒开。互伊伫即时，愿上帝你安慰伊，安慰因处理照顾伊的惠如姐。带伊的囝儿参加地地，愿上帝帮助因，阮恳求伫你的心头前，安尼切切来祈祷。主，阮也将今日每一个伫遮聚会的人，通过詹牧师搁一遍为上帝遐来听上帝信息，将上帝道理放伫阮心肝头，将做阮的帮助。愿上帝你的圣灵大大运用伫中间，当每一个撒甲地地。阮爱伫你面头前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乐队咱学咯。
这是咱要坚守上帝的话。咱今日要读的圣经是记载路加福音第8章第40到15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40到15节，咱大家听上帝的话。有侪人聚集，个人对逐个城来招过伊。迄时耶稣说比如等讲，有野种的出去野种，伫野的时，有个家老伫路边，互人糟蹋。天中的飞鸟一尽食伊。有个家老伫石盘顶发起来就打去，因为无国论节。第7节，有个家老伫青叶中青叶边边发起来食伊。有个家老伫好的土地发起来，结实到100倍。讲这个话讲了，就叫讲有耳孔的通听的，就听。伊学生问伊，这个比喻是怎样？耶稣讲，上帝国奥妙，互恁知；若是对别人就用比喻，要互恁看，互因看，看袂见，听也袂晓悟。这个比喻就是安尼。政治就是上帝的道理。12节，伫路边的，就是人听起道理，魔鬼就来，对因的心内将道理抢去，免伫因心内得着救。伫石盘顶的，就是人听了欢喜承接道理，若是因无根，是暂时那尔，拄着试炼的时就背逆。落伫刺仔内的，就是这个就是人听去就去，互伊伫生的挂路，伫在生的挂路废材，因落所惹病，就结袂正烈。伫好土地的，这个就是人用好搁善良的心听道理来接受伊，搁吞忍来结实。这是咱要请詹牧师来咱讲道，伊的题目是野种入好土，野种入好土。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大声做伙三个来祈祷。要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感谢你，互阮伫遮做伙聚集。阮也伫即搭遮，阮要当心来听主你的话语，帮助阮，互阮逐摆伫阮的敬拜中间，主阮的心你拍开，阮会耳来听上帝你的话语，也帮助阮伫圣神的感动下面，阮搁一摆来体会，搁一摆来领受，也来回应。愿上帝你的话语常常伫阮的生命中间，成做阮的帮助。特别今仔日，阮有兄弟姊妹要来领受洗礼转职，也透过这篇道理，搁帮助阮，搁较明白上帝你的话怎样成做阮的帮助。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我相信是真侪教会兄弟姊妹伫过去做礼拜中间，咱捌听见牧师讲道讲过，咱嘛真对这个经文不止啊信服。这个譬如一开始甲咱讲有一群人组织啦，有一群人组织，这群人安怎？因要来对逐个乡社、对逐个城来要来见耶稣的时阵，耶稣甲因讲一个譬如吼，咱爱注意吼，这个譬如是讲互啥物人听？这个譬如其实虽然讲互正人拢有听见，但是耶稣讲这个譬如，伊最主要是要互安怎？群底伊的去12学生甲伊的门徒来听这个譬如吼。所以耶稣伫无人的时阵，才甲因解说吼；无人的时阵，才甲因解说吼。互因通好知影吼。所以咱伫即个经文中间，咱爱有一个印象是，耶稣常常讲一寡譬如，有的譬如是为正人讲的，但是有的譬如耶稣安怎，敢若讲互伊学生听呢吼。所以因若敢若讲互学生听的时，耶稣讲伊目的是啥物？因为上帝国的奥妙，敢若要互伊知影呢吼。总是对外人讲譬如吼，用譬如是安怎，无爱互因知影吼。伫今仔日即个譬如的中间，耶稣讲到4种无共款的图啦。一种的图是道路，咱对咱伫个经文的中间讲，这个道路就是怎？是已经硬去的图吼。这个甲咱讲啥物？这个甲咱讲就是这个技术的无共吼。因为伫迄个古早时代吼，伫迄个古早时代，因的农业技术甲咱今仔日的农业技术无共吼。咱袂当用咱今仔日台湾人的迄个种植的方式吼，去想象
因当时的人咧怎样种作，因为迄伫巴勒斯坦即个所在吼，因拢是旱田吼，拢是打会田吼。啊，咱台湾拢啥物？水田较济吼。我小时候住咧树林啊吼，我看的拢是水田吼。啊，拢是水田吼。啊，水田安怎？你要甲水枯掉啊，所以你要有田埂。啊，你要有田埂，你若无田埂，水就流了了，无采你的稻啊种袂活吼。所以咱台湾的田真特别，就是有水田吼。啊，咱的水田就是拢有田埂，田埂甲即个田四围的水，迄个枯掉吼。啊，阮小时候拢看人咧放迄个抢水吼，咧爱迄个水路吼，啊要插秧种前安怎？要种植种前安怎？啊先甲田绕水绕好满吼，啊绕好满才会当去种啊。所以恁兜嘛要抢水，因兜嘛要抢水，大家拢伫遐抢水吼，啊拢会去甲迄个圳沟吼扎起来，啊，互水流咧家己的田内底吼。啊，等你甲扎起来了以后，啊那你走了以后，人就安怎？人就甲你迄个板条，互水流去阮兜遐吼，然后阮兜头放水吼。以前就是安尼吼，阮同学讲伊拢爬去树仔顶啊。阮一个女同学讲哦，因住咧打溪啊，伊讲哦爬咧树仔顶，迄人别人会来马上走，马上为树仔爬落来，啊，就搁较扎起来吼。无采迄人走来走去，讲伊怪咱，我一走了以后，水就搁流转去吼。啊，就是安尼吼。但是伫巴勒斯坦即个所在拢啥？拢是打田啊，打田伊毋免田埂啊。伊无即个田埂即个物件吼，啊，所以因安怎？因只要有一条路通行呢就好啊吼，所以因没有田埂这个东西哦。啊，搁因迄个时阵咧亚种的时阵哦，亲像咱即马看到，因就是甲人吼，甲即个种子放伫即个芦仔茎头，啊，然后互即个芦仔一行，啊，然后芦仔行的时阵，伊个种子就会落落来，啊，落到倒位，伊就安怎？伊就会即个种子就压到倒位吼。啊，咱今仔日想讲，哇，这个耕种的方式非常不精确，嘿，是，因迄个时代因就是安尼种植的吼，所以因的种植的方式足无精确吼，所以莫怪个经济也伫个什么路边啊，也伫石头边吼，啊也伫迄个树皮内面吼。好，就是因为因的耕种的方式甲咱台湾足不精确。阮小时候看人咧种田的时候，拢安尼用一支去插吼，阮细汉的时候嘛去人斗插过，但是阮囡仔囝吼，去人赶来赶去吼。就去人去做这个代志吼，啊，所以因的耕种真无精确哦，所以伊有可能就是安尼行，伊这个种子就落伫个道路的顶头吼，啊，这个道路的顶头安怎？常常圣经甲咱讲，耶稣讲鸟来就甲食去啊啦，鸟来就甲食去啊吼，因为这个种子，这鸟啊感觉袂歹，真好食吼，所以甲当做食物甲食掉去。啊，第二种的是落伫个石盘顶吼，石盘顶就是伊有前土层吼。啊，你若有听过一个故事吼，因讲吼，上帝咧创造犹太人有一个故事，伊讲吼，上帝咧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吼，有吩咐一个大力士，啥物名我袂记吼，爱扛2担的石头，吼，啊，结果伊行到迦南这个所在，无说哩跋一倒，甲1担的石头车倒去，啊，剩的1担的石头才分去全世界，所以迦南迄个所在安怎？全石头啊。所以咱会知影吼，耶稣因迄个，你若有去过以色列圣地吼，迄个所在安怎？全石头吼。咱讲50箍鱼煲啊，全头吼，啊，伊也是全石头吼。所以犹太人因咧开玩笑讲吼，上帝跟我们说，讲要赐互阮迦南美地吼，其实吼毋是伫迦南啦，伊是咧讲加拿大啦，你知影吼？哦，因为迦南美地听毋到伊啊吼，迄阿伯拉罕耳孔歹听毋到伊啊。甲咱台湾比起来，迄个所在你看这个图，这个迦南地。这哪有啥物牛奶、玉米啊？咱台湾的地比因好较济咧吼。但是伫因迄个所在有一条约旦河，迄条约旦河吼，迄个土地变做会当种植吼。所以还有真济石头吼，没有，因毋是靠灌溉吼。迦南的真济地因是毋是靠灌溉，因是靠安怎？靠雨水，靠雨水啦。所以这种子压伫即个石头顶吼，真紧就安怎？有雨水落来，伊就安怎？伊就补个。但是没有办法灌溉，所以伊安怎真紧着，伊就有补个，总是无法度活啦，无法度活，真紧着翘起啊吼，因为伊缺乏深度吼。啊，另外第三种人讲啊，伊也伫即个树皮内面吼，树皮内面有，你若有种田过人就知影吼，稻啊就歹种了，但是杂草很好种，吼，
迄什么荆棘啦、杂草，最好种啊！你毋免甲顾，你毋免甲思维，伊家己一直生一直生吼。若是伫我，你爱一直甲顾吼，啊，佮迄蔬草吼，啊，你若无甲蔬草，你规个田内底种杂草安尼吼。所以，伫即个巴勒斯坦因的迄个种植的人，因安怎？因毋是亲像咱台湾咧种水产安尼，定定咧蔬草吼，因是7年吼，7年才去整理一届吼。伫迄个安孝年的时候，因才去整理一届吼。啊，所以伊伫迄个田的边啊，有真侪拢是刺白吼，会有真侪刺白吼。啊，所以经济无说你也去刺白内面，有可能就去刺白拆掉吼。所以啊，另外第4种就是上落尾一种，就是讲亚经济伫即个好的地内底吼。啊，落伫好的地内底，即个路加福音的作者直接讲，伊讲怎？结出100倍的果子吼。咱伫马太、马可拢讲有30倍、60倍、100倍。路加伊较简单咯，伊讲直接讲100倍吼。100倍是甲咱讲啥物？哇，是一个真好的修行。啊，嘛是甲咱讲，即个修行，互咱感觉哇，可惊喜吼，可满意的一个意思吼。当耶稣讲完即个譬如了以后，讲有通听的就应当爱听吼。当时当耶稣甲即个譬如讲了以后，伊的学生安怎？真明显，毋知影耶稣咧讲啥。咱拄则有咧讲解说即个经济吼，所以伊去问耶稣讲啊，耶稣你讲即个譬如是啥物啦？当耶稣要甲因解说即个譬如是啥物时阵，耶稣先甲因讲为虾米我要讲譬如吼？伊甲讲为虾米我要讲譬如？伊讲因为上帝个奥妙，敢若叫恁知影。若是对别人就用譬如吼，互因看是看袂见，听嘛听袂明吼。亲爱的姐妹，耶稣那才会创治人啊！人来听伊讲道理，啊，结果伊讲互人听无，你知影无？我今仔日来中兴教会，我讲一篇道，讲煞恁逐个拢毋知我咧讲啥，恁会生气袂？袂哦，会哦，讲哎哟，后尾毋好找即个牧师来，你知影哦？即个牧师毋知咧讲啥物，无人听有啊。那耶稣为虾米要讲互人听无？你袂感觉耶稣咧创治人？啊，是咱读到这段圣经才来讲，真好真好，听拢无真好。耶稣有特别的意思吼。耶稣讲这个意思是，伊无要互局外人明白，伊干那要互遐个学生会当明白上帝国的代志吼。所以咱简单讲就是讲，有一寡道理，耶稣干那讲互伊学生听啦。好，伊干那讲互伊学生听。啊，为什么耶稣？伊要用譬如，因为什么？因为伊敢若要互伊学生了解尔吼。啊，其他人伊并无要想互因了解。为怎样耶稣要安尼做？因为耶稣看当是安怎？是门徒的训练。咱爱足注意一件代志吼。真侪人拢想讲啊，耶稣来到即个世上吼，啊医病赶鬼传道，但是耶稣上重要是安怎？训练学生啦。你爱注意哦，你若注意读圣经，你若有甲迄个马太、马可、路加读个清楚哦，即3本福音书读个清楚的时阵，你会发觉到耶稣做事工的中心，毋是传道理，是训练门徒。哦，当伊的门徒开始认捌伊是耶稣，伊是基督的时阵，伊就甲因讲我要去耶路撒冷，互定死。啊，伊学生若教规半步听拢无，耶稣就无做即件代志。伊就无讲即件事吼，所以耶稣伊用搁较侪的时间训练伊学生啊，毋是一直伫遐传道理哦。哦，咱若有注意，你若注意读圣经，你就会发觉到有即件代志吼。所以耶稣用搁较侪时间，搁较侪精神伫咧教导伊学生啦。啊，伊安尼做就安怎？因为上帝救恩的奥妙，上帝的有定，敢若互某一寡人知影呢。上帝救恩的奥妙，上帝有定，毋是要互所有的人。这个对咱真侪即卖人来讲，哇，足好伫理解。讲上帝救恩毋是要，因为咱即卖吼，咱的基督教拢爱讲啊，上帝要救所有的人。没有，圣经无安尼讲，上帝要救所有人，迄是咱家己讲的吼。上帝有定的拢得救。你若注意读圣经内底有即个，凡预定得救的都得救了。啊，若无预定的咧？哦，咱应该说加尔文是强调预定论的吼。所以你伫长老教会，你爱知影哦，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得救哦，是上帝有定得救的人才会得救吼。啊，为什么毋是要互所有的群众去了解？因为什么？因为群众因了解得很片面了，因对耶稣的道理安怎无一定完全了解。为怎因毋是完全了解？
因为群众是变动的啊，逐工来无相共啊。今仔耶稣来到即搭遮，来到加百隆来听是即阵人，明仔载耶稣行到别个所在来听是另外一阵人哦。所以即阵群众，他们因毋是为头听到尾，因拢听一段，听一段，听一段。所以耶稣有一寡物件无讲互因知影吼，而且咱要讲的是，这群众不见得有尾声吼，因无法度真正军队主，所以因嘛无一定有法度来回应耶稣吼。所以耶稣规安怎训练伊学生较重要啦，毋是一直讲互遐群众较重要，因为遐群众逐礼拜来听，我若逐礼拜，我若逐个月吼，逐礼拜拢去无共个教会讲道吼，安怎？我一篇就好，你知影无？我为台湾头讲到台湾尾啊，安尼对无一定对真侪教会有帮助。总是若一个教会，伊伫一个牧师若伫咧一间教会，伊固定咧讲道时安怎？伊爱知影的，就是我爱造就即阵人啦。耶稣伊的重点是要讲互足侪人听，伊的重点是造就即阵伊学生吼。啊，有真侪代志安怎？你嘛无一定爱需要群众知影，像是讲咱一般袂伫报道会内底去讲啊，教会要建堂吼，还是讲啊，伫报道会内底讲宣教吼，无一定吼。咱会群众知影的代志，你互群众知影，但是训练学生的门徒啊，训练门徒是爱搁做另外其他的代志吼。啊，另外耶稣个伫即中间伊搁讲，恐惊因回转转来就得到赦免吼。所以即个经文搁甲一概甲咱提醒，无一定救恩是临到所有的人吼。啊，伫解说即个亚正的即个譬如的时阵吼，咱爱知影吼，经济是上帝的道。请问经济敢有迄落歹？伫即个耶稣的譬如内底哦，经济敢有迄歹？啊，即个经济就袂补价啦，所以即个经济是歹的。无啊，上帝话是好的歹的，好的吼。所以经济无迄落歹的吼，经济上帝的道拢是好的，拢是对人有利益的。但是为什么即个经济袂当不义？是因为人的心啦。咱伫咧读即段圣经之前，咱爱知影讲，是因为人的心。当人的心若无拄好的时阵，这无法度结出好的果子吼。啊，耶稣伊解说即个道路，伊解说即个经文的中间，伊讲道路就是安怎义的心吼，代表即款人安怎？伊的心真义，伊安怎？因拒绝，因毋听上帝的道，所以因虽然听见有路用啊，无路用，无路用啊。即阵人因可能会去听耶稣讲道，但是听了伊安怎？无效啊，无效啊。啊，所以我有当我拢共开玩笑讲啊，阮做牧师的慢慢受艰苦啊，因为你甲有会友讲道互因听啊，因为人听你讲道讲10几年吼，有改变啊无改变？无一定改变啊，袂当讲人拢无改变哦。啊，有诶无一定改变呢？耶稣嘛是安尼吼，你的道讲互一群人听。有真侪人听去耶稣讲道，伊嘛无一定改变啊。吼，迄法利赛人嘛定去听耶稣讲道，要甲找空芳，伊嘛无改变啊。吼，所以我嘛有时阵想讲，哎，耶稣讲的有人都不改变了，我们也不用太难过安尼吼。这什么？因为你的心意啦，义心的人安怎？就因着啥子？亲像魔鬼来，将因心内即个道，甲因抢去，恐惊因得到救吼。义心的人毋是无听见上帝的道吼，因是安怎？因是拒绝福音啦。因毋肯接受，所以无法度得救。第二种，耶稣讲，这个啥物？这个落伫迄个石盘顶，就是前途上面。安怎？无有根啊！因无有根吼，即款人安怎？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注意即款人安怎？因欢喜领受啊！耶稣讲，因听见道，欢喜领受，总是安怎？无根啊！伊无迄个根啊！即款人安尼有信耶稣无信耶稣？因欢喜领受呢，但是无根吼。我感觉即款的人，因嘛安怎算有信耶稣，但是安怎无有根？什么叫做根？就是因对上帝话语的了解，对信仰真理的明白安怎？无真正的增加。因敢若听起啊，我足欢喜，我就接受。总是我对这个道理，我无想要去搁较深明白，我无想要搁较去了解。啊，所以因不过是暂时的相信啦，不过是暂时的相信，拄着试炼时阵，因就安怎？因就退后啊。亲爱的姐妹，当咱的心中对真理无有正确的了解，无有去明白，咱就安怎？咱会伫
性命拄着困难的时阵，就容易灰心失志。这是一个挑战吼。所以一个无有根基的人，伊有可能一开始安怎欢喜接受的时阵，伊会真火热。但是伊的问题是啥物？挡袂久啦，挡袂久吼。拄我信耶稣的时阵，真热心，无偌久了伊安怎冷淡离开？你捌看过即款人无？我是第一代吼，我的教会有足侪第一代的基督徒吼，有啦，足侪人拄我信耶稣的时阵足热心的吼，但是信无3年了以后，安怎？佮转去拜吼，无人会安尼哦，有无？所以迄是因为伊对道理无一定了解。第三种的人讲啊，安怎落伫刺皮内底的人吼，即款的人表示啥物？伊嘛信上帝，总是安怎？上帝毋是上重要的啦。耶稣讲，即款人啥物人？就是因听见了道，哇，离开了以后，吼，因安怎？因就甘心会挂入钱财、宴乐甲钱条的吼，结袂出成熟的果子出来吼。即款来讲是啥物？耶稣咧讲即句话什么意思？讲伊嘛信上帝，总是安怎？伊毋是甲上帝放咧上头前啦，伊甲上帝放咧第4名、第5名，可能第10名以后吼。所以上帝真好，但是上帝毋是上重要的。伊的性命还佫有真济，佫较重要代志需要去追求啦。当咱的性命是啊，你甲其他佫较重要的代志放伫上帝头前的时阵，你安怎？你就是将互即个种子落伫即个刺白内底。真济时阵，咱感觉讲啊，名声较重要，财富较重要，地位较重要，享受较重要，甚至人生的挂路较重要，前后挂路吼。所以你无法度互上帝伫咱的性命徛伫上重要的位置的时阵，无法度结出果子来啦。第4种，耶稣讲，遐落伫好的土内底，就是已经备办好伊的心，要来接受道理的人。耶稣讲安怎？伊就持守伫诚实、善良的心内底，并且安怎吞润结果子、结实啊。伫即当遮吼，咱爱注意听耶稣讲，一个好土的心是一个什么？爱有什么3个特点的心啊？毋是干那即3项尔，但是有即3，爱诚实、善良、忍耐啊。诚实是安怎？你爱活出迄个真实的生命，无虚假，无咧做表面，无讲白贼。真实的生命，咱信耶稣了以后，你有迄个真实的生命无？第2，你安怎善良啊？善良啊，就是你爱活出对人的疼，你爱谦卑啦，互别人因为咱的生命来得到祝福。我感觉咱做基督徒一个足大的无相共是，毋是我去得到上帝祝福尔。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佫较重要是，因为我互别人的生命得到祝福。你若生命会当活出，因为我互别人得到祝福，你就会当结出果子啊！你的生命听着讲啊，上帝啊，祝福我啊！互我趁过较济，即款的你嘛是信上帝，但是你有可能结袂出好的果子。第3项什么？爱忍耐啦，就是听候啦。我愿意听候，面对我生命中间有真济顺境甲逆境。佫有真侪时间来听候，我会当安怎坚持无摇动。耶稣讲你一个好的土内底有即3种的特质，然后即款的咱结出100倍的迄个结实100倍。亲爱的姊妹，咱听见这段圣经节的时阵，咱做伙会当来思考一项事。第1就是啥物？你是倒一种的基督徒啦？你是倒一种的基督徒吼？这段圣经则甲咱提醒，毋是有信耶稣甲无信耶稣的差别吼。敢若第1种的无信耶稣，总是另外后壁这3种拢有信耶稣，但是迄个差别是在伫讲，你有结出果子也无？咱若摕转来看今仔日教会的现况的时候，咱就拄到一个问题：真侪人有信耶稣，但是是毋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结出好的果子？这就是一个挑战吼。为什么有真侪基督徒吼，伊来教会久久，但是伊无法度结出果子？有可能是心内无根，伊对真理无够坚持。所以伊时间到，伊也是考验到，伊就人生倒退。所以咱的信仰有根基无真重要。这就为什么读圣经
对真理的了解、灵修，你爱伫你的生命中间去经验上帝，这是重要的事吼。啊，真侪基督徒伊信耶稣一世人毋捌甲圣经读过一遍，应该是讲大多数的基督徒，吼，嘿，啊，这是一个挑战吼。我袂当讲伊对圣经拢无熟悉，但是对真理的追求，咱爱认真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有认真讲啊？我爱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的生活啊！我要认真甲圣经读好。哦，咱有一阵仔有人足认真抄圣经的吼，规本圣经拢抄了，这嘛是好吼。我要讲的是讲，你要有根基啦，你若无根基，日头一出来就热死啊！然后，咱要成做一个好基督徒，咱爱除去心中的欺骗啦。亲爱的姊妹，咱要讲的是，咱虽然来教会，但是咱来教会内底常常无欠少迄个充满世界的基督徒。哦，教会里面常常不缺乏充满世界的基督徒。我有时阵拢会甲会友讲，咱基督徒甲即个非基督徒的最大的差别是啥物？恁知吼？有时候啦吼。我讲的这是一个无好的，就是咱敢若用一个较道德的方式去追求成功啊。有时候教会的基督徒就只是这样哦。迄个无信耶稣的人，伊可能安怎？为了成功不择手段啊！信耶稣的人安怎？为了成功安怎？认真打拼，差别是安尼尔吼。啊，拢是为了安怎？追求世界成功啊！啊，亲爱兄弟姊妹，追求世界成功好啊毋好？无毋好啊，他没有不好。但是你唔通常常因为这个代志安怎，你甲上帝放伫后边。上帝有没有居首位很重要哈。这不是刚刚在讲信徒呢。我家己做牧师哈，我最认识的人是谁？我最认识的是同行，你知道不？你知道什么叫做同行啊？同行都在忙什么？我的同行都在忙什么？恁感觉真侪牧师因拢咧忙什么？传福音。准备道理，读圣经。我恁讲我一件足震撼的代志吼，我袂使讲迄个牧师的名，我讲出来牧师的名会毁他的名节，不好。我咧做传道的时阵，有一届，吼，阮教会有一个长老，伊是中尉啦，伊讲要请所有的小会议长食饭。小会议长，我即摆就是中兴教会小会议长嘛。伊讲这小会议长真辛苦吼，阮今仔日开中委会吼，要请迄个所有的小会议长食饭安尼。这个吼开会就来我伫的迄间教会开会。所以就是来中委去开会吼，牧师来阮兜坐安尼啦。阮就有几个牧师吼先来，我是传道师嘛吼，所以我家己的小会议长就先来。还有其他的牧师后壁来吼，阮就坐咧阮兜客厅开讲，然后后来有一个牧师来，请注意是一个，你拢毋知的牧师吼，毋是我的小会议长，有人听错就会听成是我的小会议长。伊一来就讲一句话，讲哪会看电视？伊就坐落来，伊就骹吼，伊坐咧阮兜的沙发顶头，双脚就翘在茶几上。我一开始讲，这个牧师哪会规矩遮歹安尼啊？双骹囥伫茶几顶头，这个无介厉害吼。伊电视甲开去了以后，声音甲关掉。我就感觉足奇怪，哪有人看电视声音关掉？然后伊咧看啥物？看股票。我足震撼，你知影？我足震撼的。为怎样？我讲，即阵在场的拢是牧师啊，你是一个资深的牧师哈，那个牧师很资深哈。然后你一来电视一打开，声音关掉，就在看股票。你拢毋惊人讲诶，有诶牧师就是安尼吼。我咧想吼，我看到即款诶牧师，我尾来想着我伫中华福音神学院诶餐厅，我有一阵仔教会咧登记，阮去叫中华福音神学院，伫迄搭遐咧聚会吼。我看到一副对联啊，吼，就是讲伊甲咱提醒啦，哎呦，歹势吼。我跳得好多哈，就讲咱常常做基督徒安怎？咱无甲上帝放伫第一位，咱想要滚地主，佮想要追求这个世界的欢乐，想要追求这个世上互咱满足的物件哈。我看到迄对联写安尼啦，中华福音神学院餐厅写在他的那个
餐厅里面吼，你有过有机会去迄个华神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句话吼：吃得苦，挨得穷吼，受得气，做得工啊！哎，这句话毋是摕来要求你的同工吼，这句话是摕来家己自我要求的。一个做传道者的人，你也爱会当安尼啦，你会当吃苦啦，你会当安怎？忍受贫穷啊！毋是做牧师，毋通想要趁大钱啦。即摆有真侪做牧师想要趁大钱，你知影？哎，我毋知你有去定定吼，迄足有名的牧师，拢趁足侪钱啊，连家里的马桶都是金子空的啊！啊，你会当受气啊吼！教会是彼此相挺的所在，啊嘛是互相受气的所在，是毋是？哦，那你拢觉得好像不是哈？我讲越认真服侍的人，越容易怎样受伤？对，你若拢逐礼拜拢来听讲道，听了就紧走，保证你在教会过得安怎都不会受伤。就是你参与服侍，你哪到底你哪付出，你就安怎容易受伤啊？啊，总是安怎爱当做工啊？亲爱的姊妹，我当时想着讲啊，看到这个牧师的时候，我想讲，这个牧师当初是敢无好调吗？因敢无献身的决志吗？因敢无想讲啊，我来行这条路，我就是要挖靠主吗？我相信有啦。但是人的软弱是，日子若久的时阵，你会无注意的时候，你就让安怎经济甲你钱掉去啦。你无甲上帝放伫头前。亲爱的姊妹，我要讲的是，这个世间有真侪美好的代志，真侪人咧追求。这个代志毋是无好，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还是一件代志，就是甲上帝放伫头前。性命比林食较重要，身体比所穿的衫搁较重要。世间人咧追求这个代志，毋是无好，真好。但是咱抑搁有一件代志更好，就是咱毋通袂记甲上帝无放伫上头前，要记得把上帝放在前面啊。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望讲啊，伫听这个道理的时阵，望这个上帝都是落伫好土内面吼。但是这个世间毋是每一个人伊的心拢比办得好啊。好，所以你去共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有真侪人安怎，他无一定准备好伊要接受福音吼。啊，有的人伊已经足期待吼。我拄仔才听着咱的兄弟姊妹咧分享讲，啊，因为怎样来信耶稣时。你会听见有的人因的生命故事是安怎？哇，因真正有上帝一步一步咧带领。一开始伊可能还未要信耶稣，但是有人甲伊引带，慢慢伊就来信耶稣。一个人为排斥信仰、排斥信仰到接受福音，这是一个过程。吼啊！1970年有一人叫做恩格尔，伊提出这个表，吼，这个叫做恩格尔量表，吼。啊，恩格尔量表伊帮助咱去看一个人怎样对无信耶稣。到成做一个变做传福音的人，这个过程吼，啊，这个版本有经过咱，阮以前的主任牧师蔡茂堂牧师甲伊优化吼，这是阮蔡茂堂牧师的版本吼，我有甲伊讲，你这个表就要用吼，我讲到要用吼，好，伊讲这个表是安尼吼，这是一个为镜头到下底有足个过程吼，啊，一开始安怎？咱知影有咱的上帝，伊安怎？伊伫咧遐，啊，另外一项绿色，这叫做福音伙伴。福音伙伴就是安怎？就是要传福音的人。啊，边仔一个就是福音朋友啦吼。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甲伊成做朋友，这就是你的福音朋友吼。啊，上帝安怎？他一开始就预定了救恩啊。上帝若无预定救恩，咱拢毋免传吼，因为没有人会得救，是因为上帝先预定了救恩，所以我们才会得救吼。啊，有这个上帝预定救恩。这啊，到人信耶稣，还阁是副把吼，无一定上帝预备救恩，人就一定会得救吼。啊，所以你上帝必办救恩，你一个基督徒，你爱甲上帝讲啥物？上帝啊，请你垂听我，请你垂听我，看啥物人有需要。啊，总是你的迄个福音朋友，迄个时阵安怎？伊还阁伫罪恶过犯当中，这个罪恶毋是讲伊是歹人，就是伊还阁活伫伊家己的生命内面，伊还阁。对福音、对上帝无任何的体会，对伊家己的罪，伊嘛无任何的感觉。这是上早期人的，甚至伊会排斥吼。上早期的时阵是安尼吼。然后上帝伊毋是干那预备救恩的了，上帝阁预备普遍的启示。吼，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哦，上帝必办这个普遍的启示，互人啊。
总是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怎？人虽然有批判的启示，互人知讲有一位上帝，总是有一位上帝，无表示人会信耶稣啊。所以因就安怎？因看见上帝普遍启示的时阵，因就安怎？因就讲啊，可能有神，但是安怎？有可能伊会拜毋对去。所以安怎？这个时阵有一件真重要，就是你甲你的福音朋友，你们的生命有没有交汇了？你若拢毋捌拄过伊伊嘛捌你你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他，所以要有生命的交汇。伫一开始咧看讲这个世间有一个神的时阵，你们的生命有这个交汇然后安怎？你活出佳美的脚踪了，你的生命有水的见证。当你的生命有水的见证的时阵，安怎？哇，伊就安怎？你的福音朋友才会互你吸引羡慕啦。你若活出来迄个生命是安怎？你就是啥物拢要骗甲赢你啥物拢要共拗，不会吸引羡慕啦。所以你有活出迄个水的生命无？对咱一个要共传福音的人最重要的过来，等你吸引羡慕他的时候，他对福音的抗拒就减到-6过来了以后安怎？你甲伊诚做好的朋友本来只是有交汇，现在你变做伊真好的朋友。你甲伊真好的朋友的时阵，伊安怎？伊就甲你讲，我有啥物需要？人拢先有表面的需求，这个切身的需求就是伊表面的需求，伊会互你知影。你请你替我祈祷我的工课无拄好，我的囡仔安怎？这就是他的表面的需求。伊开始会甲你讲这个代志，你诚做伊的好朋友，也知心良友型，他对福音的抗拒就变成是负。然后安怎？怎么样进到-4？就是你甲上帝讲。上帝甲你有一个负担，举目向天观看，都会对我认识啊。时机成熟，伊甲你讲伊切身的需要的时阵，就是安怎？一个你会当开始搁进一步，甲伊分享福音的时阵之后他就会讲，你就开始为他祷告。你知影伊的切身需求的时阵，为伊祈祷，然后伊就开始会甲你真正的需求。什么是真正的需求？生命、灵性的需要，迄才是咱真正的需求啦。真侪时阵，咱人伫即个世间追求，拢是安怎？切身的需求。但是你要真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想到我生命的需要，我灵性的需要，切身的需求。你为祈祷，互伊对这有一个切身的伊有真正的迄个需求然后上帝安怎？伊就给你特殊启示人没有办法靠着普遍启示来得救什么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的高峰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伫咱伫神学，你若读过神学就知影，特殊启示的高峰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咱死里决定，这就是特殊启示。好，然后你安怎？你就做见证，你甲伊讲耶稣怎样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你会不会讲你的得救见证，或者讲你生命如何被耶稣改变的见证？我跟你讲你想看卖有真侪人做基督徒一世人，伊无一个我的生命怎样互耶稣改变的见证？伊毋知要怎讲啊？我毋是讲安尼你就袂晓传福音，就是讲，你有一个你的生命怎样耶稣甲你改变，上帝甲你改变的见证也无？安尼你随时会当甲人分享当伊听见这个你的生命见证的时候，伊会甲你问啦：为怎样你的生命会安尼？伊看见、伊听见的时候，伊会甲你问。了以后安怎？伊开始进到-1，你安怎？你又甲伊勉励，又邀请伊来教会到这个时阵，才邀请伊来讲你来啦，你来教会啦，你来听阮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分享，听牧师讲然后安怎？伊才开始真正会悔改认罪。到这里，他从为头前遐到悔改认罪，然后安怎？进入灵又带伊决志信主，然后安怎？伊就开始信靠耶稣基督。你讲毋是到这就无一般教会到这里就结束了，就信耶稣就伊就决志无这了以后安怎？咱人开始伫这个过程中间，当伊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就是决志，伊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人信耶稣了以后安怎？真侪人伊伫这个时阵，伊忽然间安静冷静下来你带他受洗归主，有的人他会开始冷静下来，讲有真侪人伫迄个布道会顶头
哦，举手吼，伊就讲伊要信耶稣，等于了以后伊安怎？伊感觉伊伤冲动了。你要给他一段时间哈，让他冷静沉淀。过来了以后安怎？你就爱邀请伊加入教会，毋是干那洗礼就好啊，爱参加聚会，爱继续参加聚会。若洗礼了以后，无继续来参加聚会，无参加小组，无接受造就，常常安怎？后壁爱无去吼。所以安怎？爱来教会还是彼此相听，要来学习彼此相爱吼。然后，搁进一步安怎？除了参加小组以外，教会爱教导啦。有可能伫讲道经头的教导，有可能伫主日学吼，成人主日学啊，其他的教导中啊，甲伊教导，互伊去遵守上帝的道理。然后安怎？伊伫做真道经头来接受造就，接受造就。然后再进一步，你得安怎？互伊更新成长。我们不是只有因信称义的结束啊，那一个还是正式。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圣。所以咱爱进一步，啊，你得安怎？你引出伊，你爱安怎？你爱忍耐听候啦。你要耐心等待他生命成长。有可能伊信耶稣到尾伊成熟，这是一段真长的时间。所以咱引出伊的人爱有迄个耐心，听候伊来成长。然后，你爱成做一个好的模样，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我跟你讲吼，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需要榜样。你有迄个感受无？我最爱看棒球的，我拢会固定去看棒球。啊，我咧看棒球时，我拢是开季的时候，我就拢甲票买好啊。啊，过来年前有一个韩国的啦啦队叫做李多惠来咱台湾。来咱台湾嘛吼，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有在看棒球的人比较知道，没在看棒球的人可能嘛听过，因为电视广告上面很多都是他哈。啊，我票早就拢买好啊哈，所以我嘛不是针对讲啊这个今天有没有李多惠我才去买棒球票的，因为我们他还没有开机之前，我们就票都买好了。啊，伊是开机了也才宣布讲有这个啦啦队来。我第一次看到李多惠来表演的时候，有一件代志让我足震撼。不是伊足好跳舞足够震撼啦，不是伊生得足水的啦，无啦，甲迄拢无关系啦。我看到一大堆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一大堆高中生、大学生走去看李多惠。这的足侪人以前我伫棒球场毋捌看过这的人啊，因为我算是老球迷，你知影无？我无逐礼拜去看啦，做牧师无遐好命吼。我安尼逐个月拢会去看一场两场安尼吼。啊，我看了好几年，我嘛看了加起来嘛几60场哦，可能无100场嘛，有几60场。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年轻人涌向棒球场啊！为什么？他们需要偶像啊。台湾没有偶像啊，台湾不是无迄个拜拜偶像，台湾即马艺人足凋零的啊，咱的演艺界足凋零啊，没有偶像啊。所以李多惠来的时候，哇，敢若偶像咧，足侪少年人敢若去看明星共款，拢去看棒球，走去看李多惠。我边仔有一个少年的吼，我熟悉的。伊不是阮教会，伊还讲，曾牧师，哦，我比较晚买票，我的票在很后面呢、轮到李多惠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去前面看？我说好啦，我位让你，因为我足早就买，我位足好，我就让你，我甲我位互伊看，因为我不是要去看李多惠吼，我就甲我位让互伊看。你就知影无？年轻人他，你可以说他需要偶像，你也可以说他需要榜样。什么叫做榜样？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是。有真侪少年人，伊咧看咱教会信仰的前辈，你怎样实践你的信仰？特别是那些青少年，他们很喜欢看教会的哥哥姐姐。因看咱的哥哥姐姐，因有认真去做礼拜无？因有认真参与教会服侍无？当因大汉的时阵，因想要变做甲这哥哥姐姐一样，这叫做效法榜样。你带来信主的迄个人。他也要效法榜样啊！你若无榜样互伊效法时，他们就去追随偶像、明星的偶像，因就去学迄啊。所以真重要，你若互伊会当效法榜样的时阵怎？伊开始会当成做别人的知心良友。好，我咧讲这些时，你可能，
歹势，我无法度互恁看到滑鼠。你看你的右上方迄个加美甲中下底有一个知心良友，一开始去效法你的榜样，就是你甲福音传互伊，他效法你的榜样，一开始甲福音传互别人。好，过来变正六的时候就是安怎？你开始训练伊诚做门徒。我拄则讲的，耶稣毋是一直咧讲道啊，耶稣重要是训练门徒。然后伊安怎？伊开始讲啊，我爱举目看田，什么人是我会当传福音的人？然后你安怎？你互伊求上帝甲伊施恩保守，伊就安怎？伊就开你栽培伊诚做领袖。哦，这本来是你带他信主的，你栽培他成为领袖，他就怎样？他开始为别人迫切代求。你毋是干那为了家己咧祈祷呢？你开始为别人迫切代求，你开始为别人得救，你愿意迫切祈祷，你开始变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才是教会领袖啦。然后安怎？你甲伊垂肯，你甲伊祝福，你祝福你带领的那个人，然后他怎样？他开始为主做见证，伊将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啊，这个叫做恩格量表吼，就是讲你带一个人信主，毋是带甲伊洗礼安尼决志信主安尼就好啊。你要甲带伊甲伊将做一个会晓传福音的人。哦，所以咱伫这个恩格量表的中间，咱看伊讲啊，你安怎？落尾你安怎？你勉励。他就去勉励陪伴那个新朋友，他开始去怎样？咱福音这样才能够直接吃到地级啊！咱来想看觅，咱教会伫个引带人信主的时候，咱拢做个倒一步。我感觉咱教会真好，咱教会有小组，你知影？小组会当伫伊洗礼了以后安怎？你会当叫伊参加小组，会当透过小组教导他遵守吼。我感觉我点，恁知影无？我点咧外面拢讲中兴教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教会，你知影无？讲吼，这间教会无牧师吼，但是洗礼人足济，我大概来差不多拢有洗礼呢，非常神奇哈。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小组，恁知影无？咱教会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是，咱有小组啦，然后一不断的引带人来信主吼。所以我要讲的是讲，亲爱兄弟姊妹，然后上帝得到永远的应邀吼。咱过去拢停留在带领觉知大家尔，但是真正的信仰的造就是，互人毋是干那信耶稣就好啊，是爱，互伊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哦，咱头前迄个咱甲称他为第一里路吼，后壁是陪他走第二里路啊，哦，那互伊做出关键的抉择，然后走第二里路。那有很多教会都啊，带到伊信主了以后，就是放牛吃草啊，安尼较可惜吼。好，求上帝帮助咱吼，所以咱要讲传福音，咱爱做一个福音预工，叫做土质改良啦。本来伊的心是硬的，你爱互伊的心安怎变成好土啊？这叫做土壤改良吼。啊，土壤改良是安怎做？咱教会有咧做社区的关怀吼，啊，你会晓讲分享你的生命见证，你替伊祈祷，你吸引人，你的生命甲伊交汇，你跟他成为一个好朋友。所以你有福音朋友无？你常常咧替伊祈祷，你常常关心伊无？你就是在做一个福音的预工啊！毋是讲啊，即摆牧师讲，咱就要去传福音，啊，你就去找一个人跟伊传福音。你要跟他先成为福音朋友，你敢有诚做一个福音的朋友无？吼，所以咱真正要诚做一个好的亚种的人，真重要的是安怎？你爱甲种子压伫好土顶头，你爱先备办啊，找到遐心已经备办好，要诚做认捌这个信仰的人啊。彼得前书3章15节安尼讲，若有人问起恁心中愿望的缘故，这个人已经被你吸引了，他知道你的生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伊甲你问讲，有怎样你心中有这个愿望？这句话是问讲啊，为什么你趁大？不是问讲你为什么趁大钱的缘故？你知影？你心中盼望啊。有可能刚刚讲，这个是没有盼望啊，这个是无盖好，怎样你有这款愿望？当人问起到你心中愿望的时候，就是表示讲，你的生命已经吸引伊啊啦，你的生命吸引他。啊，你爱安怎？常常准备好，就是你准备常常要互人甲你问。我毋知咱做基督徒常常准备好，互人甲咱问无？还是讲我做基督徒从来无人捌甲我问过，你知影？是人甲我问，时我拢毋知要安怎回答。要常常做准备，然后你安怎回答？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伊啊！
这个叫做什么？最积极的被动。你不是一直去跟人家传福音，但是你会让人家来问你，这叫积极的被动。你要画出一个，互人想要甲你问的性命。不是一直讲哦，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因为你有时阵你一直画来信耶稣，人不一定要信哦。你要活出一个让人家想问你的生命哈，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哈。亲爱的姊妹，我今仔讲足济吼，为一个无认捌上帝、拒绝福音的人，到伊变做一个分享见证传福音的人，这个中间不是咱引出来信主尔，咱阁爱甲伊栽培、造就、陪伴，甲因祝福，甲因切恳。求上帝帮助咱中兴教会，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会晓造就人的教会吼。互咱的教会伫即个社区、伫即个世代中间，为主来做济美好的见证。特别今仔日伫咱教会中间，有兄弟姊妹因要来领洗礼，要来转接加入咱的教会，也望上帝的话语，咱的陪伴，常常甲遮兄弟姊妹三个同在。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痛，感谢你的恩典，甲阮三个弟弟。透过今仔日这个夜经济的圣经，帮助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结实百倍的教会。愿你会听你的恩，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咱来吟这个圣礼典的诗歌吼，来。好，等你。上帝是咱得胜的所在，咱坐咧吟就好吼。伫咧吟这首诗歌的时候，咱要请这个咱今仔日要洗礼的姊妹丁俊霞姊妹吼，伊来头前也来备办。是咱的所在。先站着，其实帮咱，水地变成山山甲海，无惊遐点子中间，只愿的主所点心声，你较幸运。微微着当，上帝出声，勒着拢行，以为帮咱美丽无影，万军的主甲阮伫地，做万关大保护所在，就来看出奇妙所在，土地风飞到真厉害，也一间也站长上。会走真车到真龙山，伊名显赫伫遍地上，世界万民尊伊最大。这个时阵咱要来举行一个圣礼典我伫即搭遮。咱咧宣布，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话也未上天以前，有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拢已经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命令恁的，
就假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直地，直到世界的落尾。第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安尼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丁俊霞姊妹，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爱悔改信耶稣，搁领受洗礼。但我也安尼要对你讲，你若深信，你若真实的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你要领洗礼，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你的话吼。这个时阵，咱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来念使徒圣经。吼，使徒圣经，我信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全能爸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做上风，做一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丁俊霞，我来问，请你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抑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抑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你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做抑无？好，来，咱会众请起立。丁俊霞，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心，搁愿你的神甲灵魂以及身体，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遐。当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领受洗礼，我倚靠教会的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兴小会的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主必高天完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你让丁俊霞姐妹，她愿意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来告白她的信仰，承认她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她生命的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这时进入她的生命当中，向她来显明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上帝，从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你都不断的差遣你的使者。许多的基督徒来陪伴，来带领他。求上帝，你保守俊霞姐妹，她在受洗之后，她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她更多的来亲近你，更多的与弟兄姐妹交通，来领受上帝你的爱和你的恩典。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见证他的信仰告白，也求上帝，你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陪伴他，与他同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奔走天路。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坐。好，咱请咱教会的小会员代表咱的教会来接纳。咱的教会，来，别咧吼，咱的教会有准备这个洗礼证书，甲一本圣经吼，要送互俊霞姊妹吼。希望讲伊会当常常会记得伊已经领受洗礼，成做上帝的查某囝天父上帝咧看顾伊，也透过读上帝话语，互伊伫生命尽头接受更较侪的造就吼。好，我来代表教会。小等下哦，小等下吼。小等下，我简单介绍一下。虽然我来你转过去跟面对大家吼，我虽然无足熟悉的吼，总是这个俊霞姊妹吼，伊是迄个咱教会徐美娥，是姐吼，好，哎呀好，多谢伊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吼。来。你请坐吼，多谢美娥姐吼，口罩摕落，互大家熟悉一下，嘿，你知影有的教会因洗礼的时阵吼，是互牧师甲带迄个人来教会信主的迄个兄弟做伙甲伊洗礼，你知影无？就是讲哇，是因为他引导这个人，他才受洗的吼。所以咱诚做一个会带人信主的是真好，真多谢美娥姐吼。带领这个俊霞姊妹吼来到咱的教会吼小时候这个美娥姐有去这个咱讲的就是讲伊爸爸妈妈有带去过教会亲情俊霞啦吼，我讲做美娥姐歹势吼，我回去安尼开始咧迄款的读较无清楚俊霞姐吼，伊的爸爸妈妈有带去教会吼总是落尾伊就无搁去吼但是上帝安怎？上帝互伊有这个机会吼伊伫教会中间，伊感觉伊有这个倪聪姐妹介绍伊来咱教会以前讲敢若熟悉伊吼，不是吼我弄错了吼，好不要紧吼伊就是歹势吼，这样我讲错吼，就是讲俊霞这个美娥姐带伊来教会她来我们教会之后，他因为工作较无闲他比较没有办法常常来我们教会，因为他礼拜天他常常要工作。我现在想起来了所以咱爱常常来关心互伊洗礼了以后，继续留伫咱教会继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够更多的认识神，好邀请他加入教会安尼好，咱各一个拍婆来恭喜他。好，接来请回座来咱接续咱要来举行来感谢主，感谢主来照个相感谢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的时候，也请小会员还有我们的亲人朋友做伙来介翕相好，咱教会就有听的呢很棒很好我们来啦，不用急带起来带起来尊神为大，水
是，哦，哦，来，哦，我们拍手鼓掌，该恭喜。哦，好，来照，好，好，恭喜吼，来，咱恭喜俊霞姐吼，来，咱接续吼，咱有3位兄弟姊妹吼，恁要来转职加入咱的教会，咱请陈炳煌弟兄、饶瑞峰弟兄，甲杨素云姊妹吼，因3位要做伙来转入咱的教会。好，来，请咱徛伫头前，面向我，咱得到帮赞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咱即大家徛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的兄弟姊妹，是恁已经伫其他的教会有领受洗礼，今仔日恁要来加入中兴教会，伫即大家来搁一解告别恁的信仰吼。所以伫即大家，我要甲恁问，请恁来应答恁所相信的吼。我来问恁，请恁做伙来应答。恁有相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有好，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恁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做，也无？好。宣告，恁已经领受过洗礼，但即时恁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中兴教会小会的官兵，接纳恁成做中兴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信约的恩典。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我要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是引带人认捌你，你也是带领人来加入教会的上帝。我感谢你，伫这个中兴教会有兄弟姊妹因美好的信仰的脚迹来吸引阮这3位兄弟，因愿意来转职加入中兴教会。求你甲因三个弟弟也帮赞平黄兄、瑞丰兄、素云姐。因伫中兴教会有美好的教会生活，伫即大家得到好的造就，甲阮的兄弟姊妹有美好的关系，参与伫教会服侍内面，做伙来起造上帝你的国。愿你的听堂、你的恩典，甲阮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也祝福因伫即大家所告别的信仰，你的听堂、你的恩典，甲因弟弟，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咱请转过来吼，咱来邀请咱的小会员来甲因接纳。小会员来接纳我简单介绍我们的这个炳煌兄、瑞丰兄加素云姐，因是一家人因拢前拢是伫这个改革中长老教会洪恩堂，伫迄搭遐来迄个聚会，伫这个新德的帮门圣教会来领受洗礼这个。我们的炳煌兄，伊细汉的时阵是伫万里教会有堂哥，迄阵拢真鼓励伊去教会，会当去聚会，总是
迄个时阵小时候无迄个环境甲机会啦，所以伊就尾啊，伊就无去无去教会吼。啊，总是感谢上帝吼，因的伊的囡仔吼啊，甲伊的新妇，因拢他们在因的人生的道路尽头，因感受到讲上帝是真实实的吼。他们其实没有到教会啊，甚至是在庙里面拜拜，可是上帝的信心感动因，互因想要信主，想要拄偶像吼。啊，所以因开始就一个年终节啦吼，年终节有人邀请讲介绍因来咱教会，啊，因来甲咱教会的时阵，刚刚哇，我们教会真的很温暖，很有爱，他们很喜欢这里吼。啊，所以因做伙参详吼，要转职来咱教会啊，请咱教会兄弟姊妹多多听因，多多关心因啊，咱做伙来行动。我们再一次拍手来欢迎他们。好，来啊，咱回到咱的座位吼，好，来，请坐吼。好，来，感谢主吼。啊，咱这个时阵，咱来吟圣餐的诗歌吼，咱备办心。属于教会的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恩典。在主耶稣的教会里面，我们欢迎凡属于他教会的陪参会员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恭守这个圣餐，有份于主的恩典。请咱大家注意来听，主要说对归恩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要所讲，咬喙打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大家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时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所领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起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再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来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咱做伙来感谢。准备到听完天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伫这搭家来摆设这个神圣的宴席。我也要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阮众人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拍破伊的身躯，流出伊的宝血，成做阮的救赎。当阮伫即搭遮做伙聚集，甲主坐倒，互阮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帮助阮每一个人会当真实明白，阮是基督奥妙身体的一部分，也帮助阮透过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互即个饼甲杯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也互阮会当伫主耶稣基督内面
搁一届来反省阮家己的所行所做，有下伫上帝你的心意也无。愿你的疼、你的恩，甲阮正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互阮伫领受即个话、即个饼的时阵，你的圣神也伫阮的心中做工，互阮来回应上帝你对阮的呼召。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来邀请咱教会的这个小会员为咱来旁边。咱欢迎今仔已经领洗的家己教会兄弟姊妹来领这个饼。你若还未领洗的家己教会的兄弟姊妹，请咱伫祈祷中间来孝念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欢迎凡洗礼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这饼。如果你还没有成为陪餐会员，请你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主耶稣的恩。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饭后也这样举杯说：“这杯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咱赶快邀请咱的小会员吼。来为咱来设法旁杯。咱小想邀请已经加入教会做陪餐会员的兄弟姊妹，
你会当来记即个杯。啊，你若还未领洗礼，诚做教会的陪参会员，请咱伫祈祷的中间来效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一样邀请凡已经受洗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成为陪参会员，你才可以领受这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成为陪参会员，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杯是新约，以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即个时阵，咱请咱的小会员为咱来收杯。
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搁一届互阮伫即十只甲主耶稣基督同坐倒，也搁一届互阮透过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少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阮求你帮助阮，互阮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互阮的生命搁较深结连伫主的内面，也帮助阮搁较明白，阮兄弟姊妹拢是属伫共一个肢体。求你教示阮学业的功课，也帮助阮中兴教会兄弟姊妹，阮成做一个彼此相挺的教会，成做一个见证主你名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为主你传福音啊荣耀你名的教会。愿你扶持帮助带领阮，伫你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上赞，咱来念圣诗488首，请咱起立来念。主耶稣是真正主，求你阿罗快神救你，我真有的罪错怜悯，主是咖喱沙金。请坐，这时咱来应答上帝话，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的诗。咱议员起来，咱吟上营510首，吟诗选咱请詹牧师来祝祷。困困罪甘无言无果，我已来做伫白工顶，这是我主所行的路，路不应该地主来行。困困罪甘着他体会，你是快过暗暝的高，救人的高，真爱来做，专心地伊才有功效。困罪甘着真本分，刚定完成就地属好，高主高来上高仙道，今日天国享受安乐。答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引带，常常甲咱众人三角伫地，也帮助咱陪伴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因一情正性，直到主国来的时。阿门。请坐。这是我简单的报告，咱看咱手中的周报。要报告以前，咱欢迎今日有新来朋友吼。第一个叫纪伟珍姐妹吼，伊在美国吼，很高兴伊在美国住在咱家附近的旅店，倒来10天，礼拜调工半时间出来伫遮吼，很高兴吼，现在会后可以跟他多多联谊吼。另外一个叫王玉云小姐哈，伊是迄个瑞芳的朋友哈，因为深造会，今日他转会期特别来哈，等一下也可以跟他好好的交通，谢谢。爸爸哈，真欢喜哦，拄你旁边看到饮食哦，足欢喜的哈，来到我们专专哈，这个我乖哈，别来无恙了哈，等一下可以跟他好好。因为今日无小组了，所以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彼此来沟通哈。所以呢，做礼拜线哈，请今日
那个尿水类到转籍的到前面来长枝，要跟你们照一张相，当做纪念哈。好来，后礼拜有担任厨房的同工，请备满心。今日下晡为了妇女团契的时间吼，咱特别请李依婷吼，伊迄个足厉害迄个电脑专家吼，爱要咱讲如何被骗吼，如何被受骗吼，咱得来用骗去哦。AI 的智慧吼，足厉害吼，我都会被骗的哦。所以我希望说，不希望被骗的人就留下来听吼。他会告诉我们哪些去辨别哈，很好的一个机会哈，只要我们要留下来听哈。过来那个社区那个班哦，7月1号礼拜2哈，10点到在那个11点吼，在4楼举行结业典礼哈。没想到说爆满哈，70几个人来参加，所以叫老累的哈。所以希望说我们关心的哈，关心多少宝叔你讲哦，就是说他们已经到教会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哈。希望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哈，包括今天加入的跟受洗的，你们也有责任的哈。好来，那个7月5号、6号，主日学要伫个咱教会举办迷你夏令营哈，设计的很精彩希望说我们认识的那个邻居社区的小孩子有孙子，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哈。那个行事历都大伫后边，下一季的行事历咱先看有问题要更改，赶快跟那个礼拜组的来更改哈。好来，咱这是咱小人要祈祷哈，咱特别一个时间，咱特别为着条件兄来祈祷，因为伊4岁啦吼，直困，所以血路是真紧张，来送去病院吼。即马就是讲，互医生来检查得叫他会张开来，会醒一下啦吼。可是就是直困去吼，可能是天气真热还是安怎吼。们这边先利用短短1分钟的时间来为他祷告。咱请牧师来对照镜像，直困来做一个祷告哈。其实像咱1分钟来祷告哈。祝愿众兄弟姊妹，伫即大家愿同心，为着你所听的囝儿条庆兄来祈祷。主耶稣，求你甲伊个同在，愿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主，你知影伊拄着什么款的状况，你也知影怎样医治伊、帮助伊，互伊会当紧紧醒起来。阮伫阮的祈祷中间，主求你保守伊，伊即马有一个4岁的症状。求上帝你透过你的带领的圣手，互医生有对伊下来智慧，知影怎样来帮助条庆兄。完整兄弟姊妹也伫遮做伙祈祷，求上帝你做工医治，互神迹发生伫伊的身上，互伊的亲人也安尼来得到上帝你的扶持、帮助甲安慰。愿主你看顾，安尼伫你面前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就即礼拜咱基地交通，咱家己来看。咱为了咱知影身躯边有人身体无爽快，还是拄着恶担当的，咱也家己来为因祈祷吼。这是咱代表咱要接受迄个圣歌对咱的祝福吼。
好，咱这时要来夹平安礼吼，啊，逐边仔人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啊，请互相请饭。来，咱这时请今日这个赞美会师吼，等下说先到头前来，因为小等小会要搁散会吼，所以请恁先来头前，带迄个小会员翕一张相。来，咱请迄个丁俊霞来头前，来前面吼，带迄个瑞丰、平王兄，到素云姐，咱先来头前吼。